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工商时报主办，南台湾年度规模上大2023台南自动化机械展甲智慧制造展，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超过200间厂商参展，展出600架各种先进的机械甲相关的产品。展期到24号，欢迎民众前往参观。工商时报曾经台南自动化机械甲智慧制造展超过30档，深受全国机械厂商、代理商以及加工客户好评，有效达成产业兼顾效益，创造展示效益商机，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南部地区机械产业年度盛事。请用钱。预祝2023台南自动化机械暨智慧制造展开展成功，厂商订单满满。该展览伫去年作为大台南会展中心的开幕首展，满馆展出造成轰动。今年也是以满馆气势登场，是大台南会展中心启用以来2场会当达到满馆展出的专业展。今年还是一个满展的展出，总共有超过200家厂商，有660个摊位。那除了主展馆购以外，我们也开设了第2个宴会厅，我们也拿来用谢谢各位。那我特别要感谢是经济部跟台南市政府花了这么多钱盖了一个展馆，让我们从原来一个 local 的一个展览机械展览，变成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机械展。出席开幕也是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也特别感谢工商时报办理机械展，为业界提供一个真好的平台，让业者会当互相观摩甲交流。执政党及整个团队，那这几年对台南在这些产业的一个支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很多的业界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大家来互相交流，不断的一个成长。那自动化机械，尤其机械的产业，其实是工业之母工业之母。那机械产业也是台湾少数的造园的产业所以我想对整个台湾的一个所谓的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多年来贡献非常的多啦。经济部工业局长连景章表示，透过展览，不但让刺激国内外业界需求，嘛会当带动买气。通过这样的展览来刺激从国外或国内需求，再刺激带动买气，我就对我们机械产业或是智慧制造这些设备是有很大的带动效用。3月6号的那个展览，我有去看很多厂商看到我不是愁眉苦脸，未办的进去了愁眉苦脸，伊拢甲我看不脸有去的时看到就讲会笑局长袂歹。那希望等一下进去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眉开眼笑，就说袂歹。今年展示区包含金属加工机械、产业机械相关设备、自动化控制、智慧制造、五金工具、零组件等多项专业机械。展出摊位超过600架，该展览也是南台湾规模上大的自动化机械展。展期自4月20号到4月24号展出。主办单位工商时报欢迎业界朋友换证免费入场看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疫情较稳定，观光旅游业开始恢复，所以饭店甲餐厅嘛出现欠人的问题。为伫个东区的国际级饭店得大规模的征才，招募的范围涵盖餐饮服务、保姆员、接待、安全人员、中西餐的导机师等等。强调薪水高和利好，吸引真侪民众前往找头路。随着观光产业回稳，扩大服务量仍是现主是每一个业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台南这间知名的国际饭店在抢先举办招募活动。那之所以想要做这个样的专场征才，其实就是因为在疫情后的时代，我们在人才招募上确实有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我们想要在借由这个目前在疫后复苏，不管是生意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人才的培育上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啦，透过跟就服中心的合作，还有我们这里馆内的人才，我们都
希望可以到达三方的一面，因为让我们的求职者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让我们有很好的人才，以及呢，让我们的就服中心可以让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媒合。这间国际饭店唔但开出高雅的新主，经济出非常好的员工福利，条件包含集团旗下100间饭店免费，以及海内外大房餐饮优惠。另外，员工更有机会申请转调海外。集团全球化的资源，甲同行相比更较有优势。目前的职缺释出其实真的蛮多的，举凡就是你想得到饭店的职缺其实都有。那我们今天比较主打，譬如说像是大家很熟悉的大概是不管是餐饮的内外场的服务同仁，还有我们的房务员、安全员，还有一些厨师类的相关的职缺，其实都有释出。疫情的时阵烦恼无生意，疫情解封了后烦恼人无够。饭店业者期盼会当尽快补齐人力。若是讲你有兴趣，欢迎把握机会跳槽赚金马。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40当前的经典国片《油麻菜籽》再度被修复，搬上电影戏棚。台南的真善美剧院业者，佮特别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深传播系学生到戏院来观看这部电影。希望学生为无同款的角度来欣赏这出国片。为着好好的台湾电影，互更较侪人看到，台南市真善美剧院邀请南台科技大学的学生首先来欣赏《油麻菜籽》这部电影。这一次的版本是台语配音，但是其实台语配音才是原音重现。那当年很有趣的就是。因为金马奖，他也要配合政府的政策，都要用国语，所以他们就临时赶快找一些配音员来配国语。那这一次很开心，我们可以听到的是原音重现。油麻菜籽伫1984年上映，改编自廖慧英的作品，伫当年甲胡孝贤共同挂名编剧，得到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演出母亲的陈秋燕，伫当年得到金马奖女配角奖，并伫咧当年获选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年度10大华语片。那这个电影里面呢，讲述的是一个台湾传统的女性在早年的时候呢，女人呢都是一嫁出去之后，就像泼出去的水，就要跟着夫家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呢她嫁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她就幸福一辈子。那如果呢她嫁的呢是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一些渣男的话，她可能这一生的就是刻苦的这样的过了一生。这部电影为故事、剧本、演员甚至是两样手法，拢非常值得作为教材来探讨，互来看这部电影的学生印象深刻。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女人就是油麻菜籽命，到哪里的话就是在哪里生根。那也体会出以前台湾农业时代的时候，女人的那种艰苦。那我期待说，可以在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到更多对以前社会的描写。这样，老师介绍到这部影片之后，就发现他是之前在第5届的金像奖的时候有颁发那个10大的华语影片，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影片，如果说能进香港的电影圈的话，是很困难。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期待。油麻菜籽刚好满40周年，修复版本将伫咧5月12号正式上映。播映的地点就伫咧台南市真善美剧院，欢迎大家以怀旧的角度支持这部台湾电影。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李克伟长期关心社会公益，关怀弱势，每合善心人士捐赠2台8人座的车辆，予调兴启灵中心以及中明国中。这方面帮助照护机构做医疗的接送，另外也予学校照顾弱势学生，会当得到更加侪帮助。日前则捐赠1台动保专车，予流浪动物爱护协会的台南市议员李克伟。加善心人士吴富美女士，19号上午伫中民国中再度捐赠2台8人座的车，分别予中民国中加调兴启灵中心。一方面帮助启灵中心的交通接送，另外嘛合作学校伫照顾弱势学生的推动，有更较侪的帮助。很感谢这个社会上这个满满的一个温暖爱心其实这次我们捐赠的这个3台车辆也是都这个各个方面这个
刚好有这个契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力的来协助提供今天这个2台的一个车辆像我们潮新启能中心还有我们这个崇明国中分别也是这个潮新他们长期也是都照顾这个很需要照顾的这些这个憨儿的好朋友这个也是都致力于社会的一个公益算是这个社会这个弱势的方面像这个崇明国中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教育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在教育这个方面这个也这样子的来做一个支持。潮新呢位在安平工业区新河路9号，那我们目前收容60名的憨儿，那我们的憨儿呢大部分都走向老憨了。所以我们很需要这种车子带他们出去社区适应医疗照护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机构去参观。因为爱，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受过教育能成才。我想这一次吴女士，您衷心期盼咱教育囡仔，大家囡仔拢会当成功，对不？会当刷来像吴女士安尼，对咱社会有更加的爱，更加的支持。对吧？所以也因为爱，我们剧组在这边，所以我是再一次代表学校，谢谢吴女士，谢谢几位议员。关正林吴副秘书因为长期伫国外，即届透过议员李启伟的媒合，结合大爱药局，总共捐赠3台车，予有需要的单位。19岁的捐赠仪式，包括药师公会理事长吴正明，加调兴基金会执行长嘛拢到场出席，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化区信义路的排水沟路面，18号下晡突然间崩落去，造成一个深度1公尺的大坑。好在当时无人经过，议员余柱清甲当地里长马上赶到现场关心，同时通报市府相关单位，封锁现场做后续的处理。伫发生大水沟路面坍塌现场，市员余柱清甲里长特别邀集市府水利局进行会勘，经过查看该路段排水沟，研判可能是因为年久不堪使用造成坍塌。水利局表示，会将这坍落土石清除，等待这几冬落雨过去，再进行抢修。修复工程预估大约2礼拜就会当完成。下午5点多的时阵，里面反映讲只有一坑，我有看要来，来的时阵就来看，所以这为安呢，希望大家让注意安全，上重要的是好家在人平安。它的安全性、它的结构性、它的承载度，现在来讲都已经不够了。这个距离之前的设计规划，还有它的设计的时候，它的施工，其实已经距离30-40年了。所以在这一条整条街，应该算是我们新化的一个菜市场，一个人潮密集的一个地点。所以我建议台南市政府，不管是水利局也好，因为它临近旁边的道路，还是公务局也好，应该要来全面来通查我们这整条的安全性。我们今天会先把沟底的那个障碍物全部清干净，然后我这边也只是我们顾问公司礼拜5要把整个修复的图说设计出来，然后交给我们的开口厂商来做修复的动作。市员余柱清嘛建议水利局路面要沿线做安全结构甲升档检查，因为该路段附近还有早市，来往的车辆甲民众是非常的多，而且伫大水沟顶面还有超商以及其他建筑物。因此也希望伫雨季来临之前，会当早一日抢修完工，确保民众甲车辆的安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高血压是现代人定见的慢性病。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心脏内科的主任林志典表示，因为高血压的患者普遍有腰子交感神经过度活跃的问题，和血压一直压悬，所以透过腰子交感神经阻断，不只会当保护心脏、腰子甲血管，而且佫会当帮助患者毋免一世人拢食降血压药啊。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甲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的共同的危险因子。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的调查，国人18岁以上高血压的盛行率超过2%，65%岁以上更加超过60%。不过高血压的控制达标率却只有50%，
显示半数的国人欠缺正确的血压控制的观念。对此，安南病院伫去年首次利用肾脏交感神经的阻断术，予一名36岁年轻血压控制无好的患者，渐渐降低降血压的药啊。这种新的肾脏交感神经的阻断术，主要是在阻断这个肾脏交感神经，那会影响到这个肾脏的荷尔蒙的分泌。那我们知道肾脏这个荷尔蒙啊，其实是一个很强的血管收缩剂，所以在高血压上的这个机转呢，事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那透过这样的交感神经阻断，减少这个荷尔蒙的分泌，那进一步呢，可以让患者的血压获得控制。过去这个治疗主要就是在针对一些药物比较难控制的高血压，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顽固型或难治型高血压。那这一类的患者通常可能即使吃了4到5种药物，他的血压还是很难控制。那临床上发现，这样的患者呢，如果辅助这样的治疗呢，事实上他的血压呢可以进一步再降10到20毫米汞柱。那也慢慢扩展到现在，就是有些患者如果说年轻的高血压，那他不想要终身的服用药物的话，那事实上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减少他的药物使用，或甚至呢可以达到不需要使用降压药物的一个情形。这样，经过半年的追踪，这名患者不但平均的血压降到126.74毫米汞柱，而且嘛有可能会用摆脱终身服用降血压的药啊。不过，因为这项的手术必须要自费，对着高血压合并并发症，或者是顽固性较歹治的高血压，以及无法度按时规律的食药的患者，拢会用考虑这项的手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过敏性结膜炎是真侪人的困扰，医生表示，这款症头其实是每5个人都有一个。特别是伫个春夏季节甲青春期，真容易发作。上好的治疗就是检测过敏源，而且撇开过敏源来做预防。根据国中华病院眼科主任表示，不管是误会弟弟伫外口耍以后，常常一直流目睭，造成红肿、流目屎，还是高中生因为目睭肿、佮痛、畏光，甚至影响视力等等。医生证实，这种是急性过敏性结膜炎标准的症头，特别伫春夏节气，因为户外伤火对环境过敏，或者是空气污染所引起。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白这地方结膜遇到那个外来的刺激，所产生这种过度敏感的反应。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呢？会特别容易这么敏感？最主要这个季节呢，说花粉啊，或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一些天气的变化，刺激到我们的那个眼白的这个结膜，产生了一些过度敏感的反应。这个过度敏感反应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的第一型这种抗体型的这种立即性的反应，所以说来得快，又很严重，很痒，很红，严重一点的话就会水肿，眼睛的这种不舒服。虽然3月开始，台南4月拢会当赏花，政府甚至推出赏花地图。不过，医生提醒，为了避免过敏性结膜炎，有过相关困扰的民众，不妨来病院进行40种过敏原检测，因为预防就是上好的治疗。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外来的东西刺激我们身体的，不是我们自己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敏感反应的发生。就要先避开那个过敏源，比如说家里面有宠物的毛啦，或是灰尘啊、被单啊，要洗干净啊。如果说现在是赏花的季节，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最好是不要去赏花。那至于说自己到底是对尘螨，还是对毛，还是对花粉哪一个过敏的话，可以做一些那个过敏源的检测。那这个过敏检测，我们医院也有提供一个40项的那个过敏检测，有兴趣的话，或是想知道的话，可以来我们医院，知道自己的过敏源对什么过敏，自己也比较容易避开。
医生进一步表示，这款过敏性结膜炎超过半数拢是遗传体质，青春期较容易发作，大约5个就有一个。虽然到大汉就有抗敏性，不过建议家长千万唔通疏忽。今日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高雄市无障碍之家是专利型的大数机构，住伫内面的居民有部分长期坐轮椅，活动量真低。再加上饮食无控制，所以造成体重上过重。经过小港病院推出机不可失、勇气吧计划，和10位居民健康的减重，成功率超过3成。无障碍之家的家民们按照复健医师和物理治疗师量身定做的机不可失养肌计划，运用各种运动器材增加四肢的活动量，再加上营养师设计的健康菜单，少油少糖高纤饮食，结果有10位家民成功减重，充满青春活力，成功率超过30%。我们有设定它一个体重增，就是说它那个减的一个比率。那经过大概我们1年的一个执行，那目前其实已经有不错的一个成效。我们有10个家民，他本来体重过重，那已经成功的很健康的一个减重，然后成功率达到30%。另外，针对体重过轻的家民，医护人员也会特别进行吞咽训练和饮食营养规划，增加吸收，成功增重，也强化了体能。改善的成果让团队工作人员更有信心再接再厉。那有一些家民，他本来原先体重比较轻，那因为他可能在吞咽部分有一些的困难，那也经由整个吞咽改善的一个训练，然后也加强他的一些营养的一些增加，然后让他的营养的一些吸收能力变得比较好。那他也成功的有增强了他的一个体重，那他的体能也能够很健康做了一些提升。由于无障碍之家是一处全日型的住宿机构，家民们每天都待在里面，很少有户外的活动，造成体重过重或过轻的情形。因此，再结合小港医院依照家民的身体状况设计健康计划，逐步改善每个人的体态。为了维护我们家民的一个健康，减缓他们的一个退化，那我们有特地跟小港医院的医疗团队合作，为我们的家民量身打造他们的一个健康维护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会经由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还有是香港医疗团队的一个进我们进无障碍之家来做医疗的一个助诊。因为疫情的关系，目前无障碍之家的人员进出仍有管制，因此家人亲友探视的部分仍以视讯为主，工作人员也会尽力做好疫情管控，保护家民的健康。因为疫情的一些关系那我们住宿型的身障机构都还没有开放，外界进来参观或者是来做一些探访，那我们都会依据那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提供我们家民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跟生活的一个照顾，那也跟家长做充分的一个配合。藉由健康的吃和规律的运动，让无障碍之家的家民保持身体健康，在心情上也会愉悦许多。计划执行1年多就有不错的成果，工作人员将为家民的健康持续努力。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